Hello，大家好，好歡迎大家咧再次喺呢度收睇我哋嘅中銀直播間啊。今日4月27號啦，咁有我啦，我今朝咧就帶埋我同事就 Michael 潘生，咁我兩個咧轉頭咧係港股呢邊啊，為大家咧即係講下近期嘅即係市況啊，或者一啲嘅題材咁樣。咁美股嗰邊咧，我哋今集咧就請到咧就梁耀康先生啊 Dave 啊。咁Dave 咧就 HK Money Club 嘅聯合創辦人暨獨立股評人，咁轉頭咧就佢會同大家咧分享下美股嘅近排嘅情況啊，同埋一啲嘅即係題材嘅分享咁樣。咁好啦，咁都係由我開頭啦。咁就踏入4月幾啦，咁就首先啦，3月尾就先過咗即係上一次嘅即係所有嘅全年業績啊，舊年嘅業績啊，咁呢度就唔再重複啦。咁亦都即係上一個月咧，就喺政策面咧，亦都有較大嘅一個因素，就係嗰個兩會啦。咁亦都即係市場就即係將呢啲因素可以講消化晒嘅。咁講到呢度咧，或者我先交個波咧，俾我同事Michael 嗰度先。Hello，Michael 你好啊。Hello，白生你好。係啊，咁就或者你接落去啦，睇下港股啊，呢排你同各位朋友有啲咩觀察到啊，或者有啲咩想分享下？好啊，睇翻港股本身啊，最近個表現都係牛皮啦，變動唔係太大嘅。恒指上個禮拜就跌咗100零點左右啦，國指都係跌咗70點左右嘅。咁如果睇翻即係高息股之中啊，恒指成分股之中咧，而家股息率超過5厘嘅股份都超過20隻嘅。行業板塊集中幾方面，就包括電信啦、港資地產、消費、內銀股同埋能源股等等。咁其中就電信股啦，上個禮拜公布業績都係比較穩定嘅，行業風險比較低，咁股息率就普遍超過係6厘嘅，咁有一定吸引力。咁如果睇翻中移動啦，941咁上個禮拜公布第一季度業績啦，第一季盈利就跌咗4%左右，服務收入就跌咗1%，咁主要都係受到今年初啦增值稅上調嘅影響啦，呢個都係市場預期之內嘅。咁另外即係季度資本開支嗰方面咧，亦都同比跌咗16%左右，咁亦都反映咗啦5G 呢方面高投入嘅週期啦，逐步進入咗尾聲嘅。咁如果睇翻市場睇法啦，券商認為增值稅咧其實都大致上反映啦政策因素已經觸底。派息比率方面咧，舊年就大概7成半去到7成6左右。咁根據管理層最新指引啊，今年嘅派息比率咧，咁應該都係穩中有升嘅。預測股息率都超過6厘半，公司嚟講就市場都認為咧，相對嚟講都有一定嘅防守力嘅。咁睇翻中移動最近個股價啦，都叫做升翻去1個月嘅高位啦。表現嚟講咧，亦都係算唔錯嘅。咁除咗中移動之外啦，咁中聯通、中電信啦，亦都係公布咗第一季度業績嘅。咁我哋就簡單再講埋中電信728啦。咁第一季個盈利咧，同比跌咗17%，去到74億嘅人民幣。咁服務收入亦都同比跌咗1%左右啦，去到1227億。咁主要同中移動一樣啦，亦都係受今年起嘅增值稅上調帶嚟嘅影響。咁可以留意翻啦，佢個雲收入嗰方面啊，表現唔錯啊，收入增速咧，咁亦都見到明顯嘅。咁其實隨住 AI 應用普及咧，市場估計啊，呢方面個收入潛力咧，應該有機會進一步釋放嘅。咁如果睇翻啲市場睇法啦，咁個別券商亦都調整翻中電信728個盈利預測啦。咁主要都係反映翻增值稅對個盈利影響。咁如果睇翻個預測股息率咧，暫時估計個股息率都超過6厘嘅。咁都係算一個比較吸引嘅水平。咁總體嚟計就內地電信股嚟講個盈利前景叫做相對穩定啲啦，現金流亦都係相對強勁啦。咁同埋增值稅嘅影響咧，大致都反映咗喺業績身上啦，同埋都逐步消化。咁整體嚟講，預測股息咧就介乎6厘去到6厘半左右嘅。咁呢個就不妨俾大家參考翻啦 ，Peter。好嘅，唔該晒 Michael 啊。咁的確而家嘅市況之下咧，即係防守力強嘅一啲嘅即係行業板塊個股咧，有佢嘅一定嘅吸引力嘅。咁頭先阿 Michael 分享咗啦，即係譬如電信行業嘅一啲嘅大型公司啦。咁除此之外，其實近排甚至譬如內銀股啊等等呢一啲大型內銀股啊，嗰個走勢咧，亦都係較為偏強嘅。某程度上啊，即係可能都即係嗰個背後嘅嗰個邏輯啊，都可能類似嘅。咁敬請大家都留意下。咁
就或者我再補充少少一啲嘅熱點嘅話題啦。咁就首先咧，就喺啱啱前幾日咧，就大家熟悉嘅 AI 嘅內地嘅一個龍頭 DeepSeek 咧，又再度發布啊一個所謂第四版嘅 V4啦。就當中咧，就即係當然佢披露咗好多個細節啦。咁但係當中比較令人即係矚目嘅咧，就係佢今次咧係搭配國產嘅呢個叫做華為嘅升騰嘅芯片啊，而係即係唔係話以往啊用開嘅呢個 NVIDIA 嘅嗰個即係嗰個底啊。咁就市場就覺得都即係即係唔可以話好意外啊。咁但係肯定咧就話今次咧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創舉啊。咁未來咧，如果即係條路係行得通，而係取得比較大嘅成功嘅話咧，甚至對成個即係內地嘅嗰個即係成個人工智能產業又好啦，成個芯片嘅行業啊，甚至整個高科技嘅行業板塊咧，都可能咧帶嚟新嘅一種嘅即係刺激嚇。咁呢個咧未來係值得期待嘅。咁除此之外咧，就政策面咧就嚟緊咧，就4月底咧，就市場亦都憧憬啊，可能中央政治局會召開會議，當中咧經濟嘅話題咧，就亦都有機會成為今次嘅即係政治局會議嘅一個比較重要嘅討論嘅部分。咁但係當然咧，到而家未有一個即係官方嘅一個公佈啦，呢度密切留意啦。咁嚟緊同埋呢幾日咧，就聯儲局嗰度會議息啊，咁陣間我諗Dave 都會或者提一提嘅嗰個情況。咁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或者咧我哋將個時間咧係交翻俾阿 Dave 啊，講下美股嗰邊。Hello Dave 你好啊，白生你好，係啊，美股嗰邊我交俾你，你同大家今日講下啦。好啊，咁啊，我哋睇翻美股方面啦嚇，咁啊，雖然嗰個地緣政治嘅問題其實就未解決啦，咁但係見得到其實近幾個禮拜啦，其實美股都係顯著反彈翻。嗱，標普同埋納斯達克指數啦，咁其實都已經再創翻嗰個歷史新高噶啦。咁啊，按週計啦嚇，咁啊標普同埋納指咁就分別升0.6啦，同埋1.5%。道指就輕微咁跌0.4%嘅上個禮拜。嗱，美國指數其實點解咁勁咧？咁啊，上星期主要就憧憬翻嗰個嘅臨時停火啦嚇，咁同埋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其實有機會開通翻啦。咁但係兩者其實都未完全解決個問題啦嚇，同埋要留意翻咧，其實上個禮拜咧嗰個上升動力其實係有少少減弱翻。咁另外就係美國同伊朗嗰個談判其實就未有按預期咁樣進行翻。咁所以其實今日嚟講開市其實都要留意翻啦。再睇翻其實嗰個嘅美股指數啦，標普500指數咧，其實上週其實主要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整固嘅階段。你翻週五咧，就咁先至見得到其實向上突破。下方支持咧，我哋就睇翻呢個嘅上個禮拜嘅整固嘅低位啦，咁就7046點啦。再向下就睇翻今年1月嗰個前高位啦，咁就係7002點呢個大概7000點呢個水平啦。咁納指其實個情況其實都好同標普500指數相若嘅，咁向上其實都係冇咩向上嘅阻力噶啦。下方支持都睇翻上個禮拜嘅整固低位啦，就24199點啦。再向下就睇翻24000點呢個比較大啲嘅關鍵位啦。因為之前上次其實試過2次破上去咧，其實都未能夠企穩嚇，咁變咗有機會就係一個突破變翻一個嘅支持啦嚇。咁睇下能夠如果向下會唔會有機會要觸及翻嚇？咁暫時嚟講，其實都係相對上強勢。道指嚟講就因為其實未創歷史高位，叫做稍稍弱少少啦嚇。咁向上嘅話都係睇翻係能唔能夠破翻嗰個歷史高位噶啦嚇。咁支持就睇翻上週4嘅低位，48861點。上方其實再睇翻歷史高位喺邊咧，就係5012點啦嚇。大市嚟講，其實能唔能夠繼續向上咧，就主要睇翻2點啦。一點就係嗰個地緣局勢啦嚇。第二點其實而家就係美股業績啦，因為其實而家都係一個重要嘅業績期嚇。同埋要留意翻一點啊，雖然上個禮拜其實主要係整固嘅階段啊，但係都見得到咧啲資金其實比較偏好一啲嘅硬件股啊。對於一啲嘅軟件即服務，即係啲 SaaS 股咧，其實係比較係唔係咁偏好嚇。甚至乎其實係見得到係上個禮拜4咧，明顯一個殺跌嘅一個情況啊。我哋睇翻啦，其實譬如話IBM ServiceNow 呢兩隻股咧，佢上個禮拜公布業績咧，其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
不過咧，咁市場就覺得佢未來佢哋個增長有機會受呢個 AI 大模型嗰啲公司其實去打擊所以令得到咧佢哋嗰個上個禮拜股價其實係跌咗落嚟，咁連帶一眾嘅 SaaS 股咧其實都會受到壓力今個禮拜要留意嘅咁即係禮拜三收市後美股方面咧收市後啦。咁其實四大雲端巨頭咧，其實佢哋都會相將公佈業績即係Alphabet微軟亞馬遜同埋 Meta Platform 佢哋收市後其實都會公佈業績除咗佢哋本身嘅營收個數字之外咧，呢一點其實好重要，就係要留意佢哋會唔會又話會提出呢個增加嗰個資本支出啦如果真係話會提高嘅話咧，咁對於呢四大雲端巨頭嗰個股價壓力咧，可能會有少少出嚟嘅情況，似係類似Tesla 嘅。其實佢上個禮拜其實公佈出嚟個業績咧，都係好過市場預期，但係佢話增加呢個資本開支咧，就令到佢嗰個股價反而就受到一個壓力喺度。呢點要注意啦。咁如果佢哋真係會話其實都係會控制翻個支出啦，着重盈利嘅話咧，可能啲雲端巨頭嗰個嘅股價咧會有啲好啲嘅表現。但係相反嚟講咧，對啲硬件股嚟講咧，可能會一個警示嘅情況呢點去注意。另外其實雲股方面咧，正如白生頭先所講週四凌晨其實聯儲局會有一個議息嘅，相信而家其實嗰個議息其實都會維持一個不變咁另外就都係要留意翻，其實最重要就係鮑威爾出嚟講嘢啦，佢對於個呢個通脹預測或者係聯儲局內部對於個通脹預測同埋貨幣政策嘅走向，呢點先係對於個市場會有個最大影響咯不過因為其實佢好大機會咧，鮑威爾係今次佢個任期嚟講最後一次主持呢個儀式㗎啦，所以其實佢本身嘅言論未必係太大影響，反而佢會唔會透露少少呢個嘅會議議息嗰個委員會入邊嗰個整體一個方向咧，可能呢個影響會大少少同埋所以大家要預期咧，今個禮拜四嗰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嘅但係假如佢繼續升嘅話，都係繼續收翻啲硬件股啦呢方面嗰個嘅潛力其實會大啲所以整體嚟講就主要留意翻，其實係禮拜四啦可能個波動大少少，整體上嚟講相對上仍然係強嘅。咁但係今日嚟講就要留意翻啦，嗰個地緣政局嗰個嘅情況其實會唔會令到嗰個短線會有少少震盪嘅呢個係暫時嚟講係今個禮拜要留意嘅幾點啦。OK， 唔該晒 Dave 咁呢一集我唔知你喺呢個行業板塊同埋個股方面咧，有啲咩同各位朋友係講下？係啦，如果係而家嘅情況繼續想去留意翻啲板塊或者個股嚟講啦，我都覺得其實啲硬件股特別係受惠 AI 相關硬件股會好啲啦。如果揀嘅話咧，揀翻一啲其實已公布咗業績嘅 AI 硬件股啦。例如係啲咩咧？咁譬如話係應用材料啦、AMAT 啦。或者係另外一隻就係數據中心同埋一個冷卻系統嘅設備供應商Vertiv 個曲係VRT 咁我哋講下其實應用材料先啦應用材料其實係全球最大嘅半導體設備同埋材料工程嘅解決方案供應商嚟㗎咁主要業務其實係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半導體系統啦，另一個業務其實就係應用全球服務我哋睇翻其實佢哋2026年嗰個第一季業績係截至今年其實1月25號嗰個季度，咁嗰個整體嗰個總收入咧，其實係輕微跌嘅咁跌2% 左右啦。咁經調整嗰個每股盈利就持平，但係就留意翻咧，其實兩者其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我哋睇翻嗰個半導體系統啦，其實佢嘅佔佢嗰個業務其實係一個最大板塊嚟㗎佔嗰個收入其實大概73% 度啦，所以就最重要㗎啦咁佢嗰個收入其實有少少跌嘅。但係主要其實受累於咧，其實因為有個出口管制影響為主嘅啫我哋再睇翻其實佢嗰個嘅半導體系統業務咧，其實主要就係有一個晶圓代工啦，佢個客仔其實就係台積電同埋英特爾呢啲咁嘅主要芯片大廠嚟㗎。咁另外一個業務就係做呢個嘅 DRAM 嘅，因為其實好受呢個嘅高頻記憶體，即係 HBM 咧嗰個需求大幅增長咧，所以令到係相關個設備個需求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大爆發。呢方面嗰個客仔係啲咩咧？咁佢就係一個美光啦、三星啦、海力士啦。其實佢哋嘅股價就係今年升得好勁㗎因為其實佢受惠於嗰個記憶體嗰個增長同埋價格所以你見得到咧，其實嗰應用材料啦，其實嗰個嘅設備嗰個嘅需求嘅，亦都會受惠得到啦咁因為芯片嗰個需求勁，跟住你 DRAM 個需求勁咁直接受惠㗎咁另外一點咧，其實係佢另一個業務就係嗰個應用服務。
咁呢個服務咧，其實就涵佢嗰個設備維護啦、零件供應啦，同埋嗰個升級製造。咁佢嗰個嘅收入啦，其實按年都升到15%嚇，接近總收入嘅大概22% 到啦嚇。其實佢呢個嘅應用材料嗰個業務有啲咩係特別好咧？其實因為你而家就受惠住 AI 嗰個資本支出咁佢對於佢嗰個本身製造嘅設備咧，有個好好嘅出貨量嗰個增長，從而咧，又帶動翻佢嗰個服務嗰個基礎收入咧，其實擴大。而家所以就進入翻一個正循環啦嚇。咁如果未來啲科技巨頭投資嗰個 AI 其實繼續keep 住保持住嘅話，對於應用材料嗰個設備嗰個需求，其實繼續會有喺度嗰個公司嗰個可持續性嗰個增長咧，其實就會嗰個能見度比較高少少啦嚇。咁另外一隻啦其實都係受惠住 AI 嘅硬件股啦VRT 啦嚇。咁個核心業務係做啲咩咧？就係做嗰個數據中心嗰個電源管理同埋嗰個嘅冷卻系統嚇。其實呢兩個其實都係佢主要嗰個業務啦嚇。我哋睇翻佢嗰個第一季咧，嗰個銷售增長其實都好強嚇，咁有30% 增長同埋你見得到佢咧嗰個自然增長咧，其實有成23%嘅。咁另外有4% 就靠呢個收購嚟啦嚇，咁另外3% 其實就靠呢個外匯嗰個正面影響啦。同埋睇翻佢嗰個咧經調整個每股盈利咧，其實按年其實大升翻83%所以見得到佢嗰個增長嘅動力咧係都係相對上強勁。我哋再睇翻佢嗰個地區分佈啦，其實美洲方面啦。佔喺嗰個業務其實就最重要㗎啦嚇，咁睇翻嗰個銷售金額嚟講，其實按年升到其實53%嘅，你嗰自然增長咧，其實都成44%，即係反映得到咧嗰個 AI 數據中心個需求嗰個爆發性增長咧，其實佢都係直接係非常之受惠，同埋好多呢啲嘅數據中心嗰個高速度嘅興建咧，其實都係翻美洲地區嗰方面。嗱，我哋另外睇翻啦，咁美洲地區嗰個產品銷售增長咧，其實有54%，同埋嗰個服務同埋備件增長咧，其實都有49%。呢兩樣我哋見得到呢兩方面嘅增長，其實都係同步咧嚇，咁其實反映得到咧嗰個整體嗰個需求咧，其實就十分之強，同埋嗰個整體嗰個利潤率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個相對上嘅係一個幾好嘅水平入邊。咁呢次都講翻嘅啦。咁其實喺美洲市場咧，其實嗰個增長其實都係相當之多元化嘅，好多橫跨翻去到嗰個唔同嘅一個業務嚇。而家繼續keep 住一個好強勁嘅一個情況嚇。咁另外一個其實主要業務地區就係亞太區，其實就都做得唔差嘅，其實按年都升大概15% 到啦嚇，嗰個淨銷售。咁但係都輕輕其實略低嗰個分析師個預期。但係管理層都出嚟講嘅嚇，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訂單時間影響啦，就唔係一個需求放緩啦。另外我哋睇埋嗰個歐洲、中東同埋非洲啦，呢個就係反而係今次業績嚟講就拖累少少啦嚇。咁係佢嗰個淨銷售咧，其實按年跌差唔多2成嚇。咁但係管理層又話嘅其實佢今季開始即係今年開始啦。嗰個其實嗰個訂單其實都幾強同埋佢預期咧，其實整年咧，至2026個財年咧，其實都係持平，即係意味住咧，其實嚟餘下嗰3季咧，個增長應該都幾強咁所以就大家都會睇住其實歐洲、中東、非洲呢方面業務其實係咪喺嚟緊時間有機會反彈咧咁見到其實另外其實佢嗰個 VRT 嗰個情況其實又有少少類似應用材料因為嗰個對於嗰個數據中心嗰個嘅興建需求好勁咧所以其實亦都帶動得到咧，其實係本身有嗰個服務嗰個需求喺度咁變成一個同樣都係一個正循環啦同埋你要見到佢公司咧，其實將嗰個盈利指引咧，其實亦都係上調嘅咁係合作方面啦，佢亦都同NVIDIA 啦，即係英偉達啦，喺3月嘅時候其實達成咗一啲協議令到其實佢成為咗一個叫做參考框架為佢嗰個未來咧，其實有個比較明朗少少啦但係要留意一點其實整體上嚟講其實都係繼續向好嘅不過佢喺5月19號咧，其實會有個投資者日呢個市場要關注翻咧，其實嗰個訂單積壓嘅情況其實係咪保持住一個好強勁咧，甚至乎一個好高嘅增長咧？呢個係短期嚟講係特別呢去到下個月嚟講咧，比較關注少少啦。短期就繼續 keep 住睇下會唔會跟得到嗰個大市繼續向上啦同埋整體總結翻嚟講，其實都係繼續標好啲硬件股咯，但係都要留意翻啦。同埋呢兩隻其實都係硬件相關啦，同埋 AI 相關，都要留意翻啲科技巨頭今個禮拜業績出嚟。特別佢哋講啲資本支出嘅情況其實係咪會加大咧？定係
係有機會係着重控制翻嗰個資本支出咧？咁呢點係今個禮拜其實值得要注意，特別係硬件方面嘅板塊，因為其實都係升得唔少啦嚇，所以要特別留意啊。好嘅，唔該晒 Dave 啊，咁啊各位朋友就即係不過留意下頭先 Dave 講嘅嗰啲因素咁樣啦嚇。咁啊好啦，咁啊時間嚟到呢度咧，我哋呢一集嘅中銀直播間咧又差唔多。咁啊結束之前咧，我先問下 Dave 頭先講個股你有冇持有㗎？我冇持有。唔該晒。Michael 咧？我都冇持有嘅，唔該。OK，唔該晒。我本人亦都冇持有上述講嘅個股嘅。好多謝，再次多謝大家喺今次收睇啦。咁啊，下次再見，多謝晒，拜拜。拜拜。拜拜。